天气看煞，咱来看用电的消息。伫台北上山的民生社区，日有500多户失电，台电的人员修理2点多钟了后，有恢复供电。不过，为7月19开始，上山就已经停电停3届呀。另外，伫桃园的8地20嘛有要900户停电，这是引起真侪民众的不满。也那台电是讲，这应该是供电开关故障器，会阁做调查。台电工程人员在黑暗当中抢修上山民生社区一栋大楼，一透早差不多7点45分发生全栋大停电，包含附近的新中街、光复北路这些所在有500多户停电，真侪人拢热甲醒过来。7点就临时临了停掉啊，唔知啊，无到10点有痛，热到要死哦。你们出来哪靠这地铁啊？我3人爬来添干呢。打不开，我去市场回来，我现在开又打不开，我一直想为什么会打不开，不知道停电了，我想铁门为什么打不开？台电马上派人抢修，将近1点钟了后，城市将近200户来电，其他停电户也在10点半左右也拢有电。8点34分就先送193分，剩余311分，因为我们这个台北市陷入了地下室的，花了2个小时，后来找到原因哦。使有那个电缆事故隔离掉一个11点39分的时候就全部复电。不过，为19暗时开始，上山市民大多4大这所在就发生停电，到20中昼才全部有电。桃园北调20暗时后将近900户停电，差不多1点钟了后才有电。台中西屯一间卖场也出现停电状况，因为天气真热，居民热甲挡袂牢，店头做生意也受影响。全台连续停电，也互民众拢咧议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